2月9日，反中乱港分子黎智英与苹果日报3家公司违反香港国安法等案件在香港量刑裁决。香港特區高等法院當日宣判，黎智英因2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及1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被判監禁20年。因為香港搞到立亂，係咪啊？你知啊，大家都睇得到㗎啦。我心情都係好興奮，等到今時今日，因為佢係賣國賊，今日咧判咗20年，真係我哋好開心。黎智英同埋佢嘅團伙作惡連連，過去多年以嚟咧係以假消息、假新聞誤導市民、荼毒青年，甚至煽動仇恨、宣揚咧同埋美化暴力，仲要咧為反中亂港嘅分子提供資金，令到全港市民受到無盡嘅苦難同埋創傷。法庭裁定咗黎智英所犯嘅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嘅罪係屬於罪行重大。法庭嘅定罪判決呢，係同埋我哋嘅判刑呢，都彰顯咗法律嘅正義，同埋維護咗香港嘅核心價值。香港警方國家安全處呢，係歡迎法庭今日重判黎智英呢係20年監禁，顯示呢係法庭咧確定咗佢嘅罪行係相當嚴重嘅。亦都突顯咗佢罪魁禍首啦，同埋咧係一個幕後推手嘅角色。其中咧係包括咧佢係勾結外國勢力咧，係對自己嘅國家同埋嘅城市咧係進行制裁。喺香港咧，佢亦都透過自己嘅傳媒王國，同埋一啲咧佢一手培植出嚟嘅激進分子咧，進行一啲反政府嘅煽動性宣傳。佢係想造成一個咧裏應外合咁嘅情況，行為咧係極度卑劣嘅。李桂華指出，此前黎智英以年事已高等為由，希望法庭對其輕判，但法庭調查揭露，事實並非其所言。庭上揭露得出啲咩嘢呢？就係其實佢嘅毛病呢，係得到一啲懲教處啦，同埋一個醫院管理局一啲適切嘅治療。至於佢嗰個單獨囚禁呢，亦都係由佢個人向懲教處作出申請嘅。明顯地咧，黎智英咧係對香港真係冇做過啲乜嘢好事，可以用嚟做一啲嘅求情嘅理由。據悉，此案是香港首宗觸犯香港國安法規定的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李桂華表示，從2020年8月10日黎智英被捕到如今法庭作出判刑，已過去了5年半時間。案件審理充分彰顯司法制度嚴謹，是香港法治精神的最佳寫照。你從156日嘅公開審訊啦，其中有52日係黎智英自己嘅自辯，2220樣嘅證物，超過8萬頁嘅文件，同埋17名證人嘅供詞。嗱，呢啲咁嘅詳盡嘅步驟咧，法庭都係用最嚴謹嘅舉證嘅標準，同埋係一個絕對公開透明嘅程序去進行嘅。呢一個係香港法治之精神最佳嘅寫照。法庭對本案嘅定罪同埋判刑，正好説明法律係絕不容許任何公然傷害自己國家同埋同胞、危害國家安全嘅犯罪行為。香港係法治嘅地方，冇任何人可以凌駕喺法律之上。